报道送本居民。但係全外眾嘅鄉親係冇用機，目前都算同外地密切了解有卡嘅消息。佢哋都寫做算了後，係嚟繼續下日期嘅編採會議，確定報道嘅方向。經過10年以後，現在已經變成一個比較在地化的一個報道國姓鄉民所需要想知道的，本鄉的各項人事地物都有。有嘅重點就地方上，民眾感覺伊重要嘅切身嘅問題，我哋可讓下將來可以來行做專題報道、專題發現問題，雙向溝通嘅做法啦。到台中縣石岡鄉，民國88年創刊嘅石岡人社區報，本來今日係9年日鐵通過後，用來傳消息嘅無天氣刊物。後來太子家董支持就轉型做地方日刊，變做屬於石岡人嘅社區報。去年還拿到行政院及委會嘅客家新聞獎。過了20-30期之後，我們就開始對我們那個石岡鄉的人文、歷史，我們都慢慢的已經邁進了。我們也做了一些田野的調查，後來受到那個居民的好評之後，我們已經邁進了100期。我覺得給我們有10個村裡面，每個村我們有看這個社區報，可以了解很多，也可以互相的來幫忙。雖然2年將隨節擺，不過社區報提供一個互鄉親實在了解社區大小事情的方式，創造社區居民強化的回憶。客家新聞綜合